每月風水貼士：農曆4月，西曆5月5日至6月6日。正東，本年正東為8白土，本月正東為3碧木，木克土，而不利腸胃，而放粉紅色物件，泄木生土，這亦有利財星。東南，本年東南為9子火，本月東南為4綠木，木生火旺，而有利喜慶。正南，本年正南為5黃土，本月正南為9子火，火生土，而生旺病星，而放音樂合及水，泄土制火。西南，本年西南為7赤金，本月西南為2黑土，金能泄土，泄弱病星，可再放一杯水，泄弱7赤破君賊星。正西，本年正西為3碧木，本月正西為7赤金，3七相遇，為穿心煞，而易見損傷，而放粉紅色物件，泄木制金。西北，本年西北為2黑土，本月西北為6白金，金能泄土，泄弱病星。正北，本年正北為6白金，本月正北為1白水，金生水旺，既利桃花亦利財。東北，本年東北為4綠木，本月東北為8白土，4白相遇，而不利小口，而放紅色物件化解。中宮，本年中宮為1白水，本月中宮為5黃土，土克水而不利腎、膀胱，而放音樂盒，泄土生水，這亦有利財帛、人緣。每月風水佈局，最主要是注意每月之5黃、2黑大細病位，要否加強化解，亦要注意流年的大細病位。流月如是農曆2月、5月、8月、11月等火土飛星，會加強5黃、2黑的壞影響，必須加強化解，多響音樂盒。此外，除每年文昌位外，在需要的月份，亦可在每月文昌位加強佈局，有利考試。